杨师爷，守城之计是你设的，这古镇军心之言，当由你来说。啊！哥，我可能比大家多读几篇史书，但真的上战场，说实话，是头一回。我相信上苍家国这些话，大家听得不少了，但其实我知道，我们每个人今天站在这里，不过都是为了守护身后那些所爱之人。所以，我杨林想告诉大家，打赢这场仗是为了活下来。谁不让咱们好好活着，那咱们也不能让他好好活。等战事平息，咱们再阖家团圆，拿佳肴美酒，把好日子都补回来，击退莽军！莽军！蒙古将军！先前探了，城外有陷阱没有？部下率人整日监看，但诸人